这届巴黎奥运，咱台湾的选手摕到2块金牌、5块铜牌，是有史以来第2好的成绩。总统赖清德今仔日也特别接见奥运代表团，感谢选手的付出甲打拼，无论胜败，拢是台湾英雄。总统也讲，希望咱台湾会当成做体育强国。行政院长杜英台也讲到，目前正在筹备体育部启动，这筹备小组也已经启动啊。我一直认为你会赢。 呀，不过后来很可惜，因为球是圆的。总统赖清德一大力肯定奥运乒乓的国手小林同学林昀儒，学到伊伫奥运的场顶是全力在拼，看到羽球双打金牌得主王泽林，老总统嘛较紧甲问。我看你们应该会赢，但是第二局为什么输掉？第2局近乡情怯，有点太想把它拿下来，自己拿那个。不管有摕到奖牌无，赖清德讲所有代表台湾征战巴黎奥运的选手拢是台湾英雄。 你们那种拼劲精神，不管有没有得奖，每一个都是台湾之光，每一个都是国家英雄。我也要代表国人感谢林玉婷，不仅仅是你在拳击舞台上面的表现，而是在拳击舞台下你所展现的高度，还有你的风度。颁奖的时候，你还帮你的对手整理他的衣服，我的实在是。 伤过甘心啊吧！现在出来，总统是有真认真在看比赛，每一场放送，对总统的话会当听出伊是真感动。因为这所有的经典画面，摕奖牌、拼公赢、拼命演出，互世界是更较熟悉台湾。总统嘛希望选手的和全民做伙打拼，希望台湾会当变做体育强国。政府打拼第一步，行政院嘛予你这个承诺。我们已经正式成立体育及运动发展部的筹备小组。 正式启动。行政院长杜英台除了爱筹备体育部的成立，佮希望大家甲国外的优点、选手需要什么，拢甲国家讲，互体育运动更加受到关注。这一次就是意外的走在路上，可能会被认出来。曾经有人跟你求婚，当下看到感觉？那其实就是当下蛮惊讶的，就想说，怎么会这样？面对民众这么热情，选手是淡薄仔唔知要安怎。这摆巴黎奥运有人摕奖牌，有人摕好成绩，那是啥更加侪民众来关注台湾的体育活动。对选手来讲，当来台湾了后，精总继续出发，要替后摆的比赛继续来打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